Hello，各位好，今日要帶大家認識嘅就係古代牧羊狗。呢隻狗狗幾百年前已經係英格蘭農場嘅明星，佢哋身體上面孭住又厚又鬆嘅獅子毛，真係好似小獅子咁威風㗎。講到佢哋嘅工作，佢哋真係牧羊大師嚟嘅，唔單止幫牧羊人放羊仲會保護埋啲羊群，驅逐啲野獸，係真正嘅守護者。你唔好以為佢哋啲毛毛成日遮住隻眼啦，佢哋睇嘢一啲都冇問題㗎。但係最好就幫佢哋剪下啲頭髮啦，等佢哋睇得更清楚。古代牧羊狗狗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嘅中葉，起源地係英格蘭西南部嘅德文郡同埋康沃爾郡。當時嘅牧羊人就將蘇格蘭嘅胡鬚牧羊狗同埋本地農場嘅狗狗雜交，再加埋俄羅斯牧羊狗狗嘅內含血統，培育咗呢種專門應付英國惡劣天氣嘅狗狗。呢啲雙層厚毛唔單止保暖到-10°C仲有防水嘅功能。講到最獨特嘅歷史故事就係免稅狗狗嘅傳說啦。19世紀初啦，英國政府向牧羊人徵收狗狗稅，但係有一個超正嘅政策，如果證明到狗狗係愛嚟放牧羊群就可以完全豁免啦。好搞笑㗎，啲牧羊人就會喺啲稅務官員前面表演狗狗趕羊入圈，望下個稅務官員點下頭，即刻就可以免稅啦。到咗19世紀末，呢班農場戰士就開始升呢啦。英國貴族發現佢哋唔只能幹咁簡單，仲好型仔，於是就邀請佢哋入豪宅做表演狗狗。喺1885年，英國正式認證咗呢個品種啊。如果想養呢個狗狗，有啲咩要注意呢？佢哋啲毛毛又多又重，最好就每日同佢哋梳，唔好打結，減少甩毛啦。夏天要留意，唔好俾佢哋中暑。室內最好就開冷氣。飲食要均衡啦，防止肥胖。性格穩重，但都需要適量嘅運動，散步就好啦。定期修剪毛毛同埋清潔眼仔側邊，防止感染。多啲陪伴佢哋，同埋俾多啲耐性。佢哋係溫暖溫柔嘅大毛球嚟㗎。希望今日嘅古代牧羊狗狗介紹令大家可以更了解呢隻狗狗啦。記住領養不棄養，訂閱吱喳講舊話，留言分享你哋嘅毛孩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